母音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嘅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、as、a、is、is、e、o、o、o、s、s、a、r、a、e、o、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 r、a、e、e、o、o、呢啲粵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分音節，子音帶母音，音節，子音帶母音，子音帶母音，子音帶母音。第二步分音律，最後3個音節嘅音律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，high、mid、low， 中、高、低，前邊嘅都係中音。第3步拼上，第4步拼下，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係母音加尾音，再加頭音。L 係一個音節尾 ，L 自己嘅尾音係當母音 O 長音 O 嚟到讀嘅，所以呢個係 O。前邊嗰個 A、E、I、O、U 唔好理佢係邊啲，兩個加埋都係讀嗰個 O 嘅聲音。C 喺 A、O、U 前邊 ，C 係讀 K 音 ，K 卡 K， 所以佢嘅頭音係卡卡 O 考考 Co Co Co， 低音係第二個音係 Co。同呢個 L 嗱 O 係嗰個韻係一樣嘅。I 係 E，K 卡 K， 尾音係 K，E 嘅 E K 嘅嘢 E。G 喺 E、I、Y 前邊嘅 G 係讀 J 音 ，J 咋 J， 佢嘅頭音係咋咋 E 仔仔仔 J J。J 中音就係 J、J 有佢自己音節嘅時候 ，G 唔係呢個係 J 音 S、Z、F、V、J 係五不改裏邊嘅聲音。J 係五不改裏邊嘅聲音，改唔到前邊嘅母音，前面母音基本就讀佢嘅短音，短音係 O、R、A、E、O、L、嗱 O， 頭音係嗱 O、咯，第一個聲音就係高音 logical， 呢度係。L 有佢自己嘅音節時候就改唔到前面母音嘅聲音，前面母音基本讀翻佢嘅短音係 O。C 喺 A、O、U 前面嘅 C 係讀 K 音 ，K 卡 K， 所以佢嘅頭音係卡卡 O 卡 O 卡 O K K， 中音係 K logical。O 係 O、N 嗱尾音係O on， 中音係第3個音 on call logical。而家俾下邊兩個都係低音，冇得改，呢啲都係中音冇得改。lo 中音係 logic on call logical。第5步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 ？on call logical，on call logical，on call logical 應該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2個比較係兩個高音，呢度係 lo 高音，呢度係 j 高音。第
喺邊度出嚟比較高嘅地方嗰個就贏啦。鼻嘅高中低喉嘅高中低口腔裏邊嘅哦，j a j j a j 喺呢度出嚟嘅，lo lo lo 喺上面出嚟嘅，所以兩個嘅比較都係 oncological。The oncological department focuses o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patients. The oncological department focuses o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patients.